他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独立完成的，独立能够完成的？开电灯，捡东西，然后呢？像洗头。洗头。那个吃饭啊，那些都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吃饭可以，还要洗头。他会凭经验吗？还是？也会凭经验。他都常做，当然就是经验就有了，累积经验了，那就这样。因为我鼓励他要这样，因为你不能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或者是熟的地方，你还不能没有电灯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还是要知道。对啊，很麻烦的。自己身在何处，自己要知道。所以我的家我布满了很多手电筒。因为我怕黑。你怕黑。我黑没办法动。我走路啊，靠眼睛走路。然后，他看电视有没有反应？看。他可以开电视看，可以拔插头什么都是他自己。不是，他看恐怖的或者什么，他会。不会啦，他看这个不会说笑或者是会怕，很少。他好像对他来讲，有时候我会跟他讲，我说，刚发生什么事，你会不会怕？他不会啊。他好像。没办法投射。没办法投射，对。对，没办法。可是他有同理心他觉得你很伟大。也不是呢，我觉得。你有办法帮我试了要6个月。因为我们比如说在走路或者刚差点摔倒，或者他会提危险这样，我说你会不会怕？他说不会。不晓得是真的。他真的。就差2个没关系。就差2个又没关系。